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什么款的面型啊，上界有魅力，上界有吸引力的。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甲台北英民总病院发表研究的成果，讲就是这个瓜子面。 种瓜得瓜，你是丝瓜还是菜瓜？上水的瓜仔面是偌大的瓜？阳明交通大学甲英总合作研究出，以你双边冠骨又是过高骨的块当做针，再来量你双边下海骨看偌宽，比例若愈接近75%，就愈水；若比例超过83%，恐惊就是国字面。 一般人最讨厌的脸型，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比例，大概是这个地方大概是90%，就是说这两边几乎快要一样宽了，那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接近国字脸的一个脸型，就是这边太宽了。人比人会气死人，面的黄金比例到底是偌济比偌济？医美的医师是安尼讲的。其实有人会把 这边颧骨最宽的地方当成分母，好，那到这边下颌骨这边大概是3/4左右，会是认为是有一个漂亮的曲线。目前来咨询的客人还是蛮多会以 Angelababy， 会将韩国的高允贞当成一个范本。我就喜欢高允贞，我就喜欢高允贞，我就钟情高允贞这张脸了。那在你心中呢？你觉得谁是黄金比例脸型？我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。你觉得自己是瓜子脸吗？算是算瓜子对不对？对，圆圆的，可能有点弧度这样。自然的水上好，下海嘛唔免上尖的，也若无500年前，这个蒙娜丽莎的美笑，你看人嘛是巷灵巷灵。